曾经与钢铁侠并肩作战的罗德上校，不知是什么原因竟变成了斯克鲁人，并且还做了变性手术。那他究竟又是在什么时间被调包的呢？故事的开始，由于一系列的国际恐怖事件，罗斯探员赶往了俄罗斯的聚集点。早已等候多时的普雷斯探员察觉出近期发生的5起案子另有蹊跷。虽然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但却是同一伙人别有用心的策划。准确的来说，对方都不是人。他怀疑如今的斯克鲁人已经远不止当年刚踏入地球时的那区几百人了。更可怕的是，他们可以复刻人类的外貌和能力，隐藏在你我的生活中，不被世人察觉。说到这里，不知是什么原因，普雷斯突然开始袭击罗斯探员，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反倒被对方所杀。离开时，罗斯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便向搭档希尔寻求最佳的逃离路线，可还是被迫逼上了楼顶。紧接着，希尔特工赶来，第一反应就是控制住跟踪者，没想到对方竟是斯克鲁人的首领塔罗斯。就在他疑惑时，死去的罗斯探员也撕下了伪装。此时，希尔才知道搭档也是斯克鲁人。既然都是斯克鲁人，又为什么要击杀同类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希尔便马上通知尼克福瑞从外太空回来。而事态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多年来，斯克鲁人为了维护地球的和平，私下替尼克做了很多事。作为交换，尼克答应替他们开辟新的家园。但在复联4中，钢铁侠的死令尼克离开了地球，所谓的承诺也就迟迟没有兑现。没办法，斯克鲁人只能靠着伪装苟活，躲在俄罗斯西南方312公里的废弃核电站。时间一长，塔罗斯的威信全无，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一辈的格拉维克。他准备利用脏弹挑起美俄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人类，趁机占领地球。与此同时，罗德向美国总统打小报告，称尼克福瑞擅离职守，脱离了天剑局。总统当即下令让尼克返回太空。看来不怕虎狼对面左，只怕人前两面刀。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尼克离开了公寓。走在街上，他发现陌生的路人都面露杀气，就连原本嬉笑打闹的小女孩也不对劲儿。紧接着他就被绑上汽车。原来抓他的人是军情6处的索尼娅，他是奉总统的命令劝尼克回去的。两只老狐狸见面都不直奔主题，而是装作不知情的互相试探着对方。尼克趁机安装了微型摄像头，之后得知政府中的高层很多都被斯克鲁人渗透替换。另外就是格拉维克目前还没拿到脏弹，如今这东西还在前车臣叛军瓦西利的手中，不敢耽搁片刻。他们解决了军情6处负责盯梢的特工，拜访了瓦西利在市中心的画廊，这也意味着尼克与索尼娅撕破脸。殊不知加雅早已经买走了脏弹，撤离时他正好被希尔特工发现。此时画廊里的两人为了逼供已经开始动手，没想到对方竟也是斯克鲁人假扮的。塔罗斯为了证明自己136岁依旧强壮，死活不让尼克插手帮忙。可时间是不等人的，于是尼克验证了5步之内枪又快又准。I said no。另一边，希尔特工尾随被加雅察觉，结果显而易见他并不是斯克鲁人的对手。但很快塔罗斯接替希尔，在加雅马上要逃走的前一刻抓住了他。其实加雅是塔罗斯的女儿，是因为母亲的惨死，他才拥护格拉维克占领地球的计划。如今塔罗斯告诉女儿，其实他的母亲就是格拉维克所杀。加雅接受不了认敌为友的现实，马上离开了。即使不愿接受，事后他还是来见了父亲。他向塔罗斯说出明天恐怖事件的地点和脏弹的安放数量，并且他会事先在脏弹上做好标记。可广场上人群密集，对方又好像早看出他们的异动，只是一瞬间目标就消失不见了。就在尼克俯瞰全局寻找目标时，发现那晚的小女孩在直勾勾地盯着他。尼克跟随小女孩进入人群，期间对方不断变化身份，让尼克意识到对方也是斯克鲁人。这时其他两人已经截获了背包，哪曾想是空城计，背包里竟什么也没有。此刻小女孩也变回了格拉维克，尼克意识到被骗了，便要开枪，没想到格拉维克马上引爆了真的脏弹。顿时现场一片混乱，只能看着对方离开。同时希尔特工看到了尼克的召唤，等他过去时，尼克竟开枪打中了他。原来开枪的尼克是格拉维克幻化的，想必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栽赃嫁祸。难道希尔特工彻底要退出漫威系列了？